大家平安。今天9月16日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要一起敬拜，带着敬拜的心，带着祷告的心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来摆上。也愿上帝持续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不断的用祷告的心来领受，来服侍与敬拜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祷告，一起来到上帝面前。祷告，因为我渺小；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。祷告，假装不了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。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假装不了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。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
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聚会都不是假的，而是让我们带着我们的生命来到你的面前，也愿你真实的与我们在当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每一步路都有主你的带领，让我们更多的去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去经历生命里面有你的带领。主，当我们在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都以为自己很伟大，但是也唯有真实的来到你面前，才知道所有事情不再是依靠我们自己，而是单单的仰望你。在今天的诗歌里面，让我们看到，因为我们渺小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有主你的同在，有主你的带领。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是更加重要的，而不是我想要做什么，而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样，而是更多的来到你面前，让你来带领，将这一切完全的交托在主你手中。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完全的将自己摆在主你面前，不是假装，而是真实的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所有一切当中，你都明了的事情，也让我们看见你都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愿意更多的仰望你，交托在主你手中。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难过，让我们痛苦，但是在当中也让我们更加真实，将自己完全的仰望在主你手中。亲爱的主，让我们依靠你，让我们从你那当中来支取力量，在当中来领受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。当我们看见这许多的事情，让我们知道所有事情都有主你的掌权，都有主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集仰望交托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，恳求你继续的祝福在我们当中。再次的将今天所有参与聚会的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，都愿主你赐福。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9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9章第1节到第8节。尼希米记第9章第1节到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这月的24日，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禁食，为他们的罪忧伤。他们已经跟所有外族人隔离了。他们穿麻衣，撒尘土在头上，表示悲伤。然后站起来承认自己和祖先所犯的罪。有3个钟头之久，他们站着听上主他们上帝的法律。接着3个钟头，他们认罪并敬拜上主他们的上帝。有一个讲台是为利未人设的，上面站着耶稣亚、巴尼、甲灭、示巴尼、布尼、示利比、巴尼和基拿尼。他们大声向上主他们的上帝祷告。
利未人耶书亚、贾密尔、巴尼、哈沙尼、斯利比、何地亚、示巴尼和比他西亚为开始敬拜做宣召。他们说：起立，赞美上主，你们的上帝，要永永远远颂赞他，他的名超乎一切颂赞和赞美。愿人人赞美他荣耀的名。接着，以色列人做了这样的祷告：上主啊，唯有你是上主，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星星，你创造了地和其中的一切，海和其中的生物，你赐生命给万物，天军都向你敬拜。你是上主，是拣选亚伯拉罕的上帝。你带他出巴比伦的乌尔，把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。你知道他对你忠心，你与他立了约，你应许给他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的土地，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葛加撒人的土地，作为他后代居住的土地。你信守你的承诺，你的诺言，因为你公义。我们今天经文在尼希米记第9章第1节到第8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这经文，来领受今天上帝要对你说的。
大家平安。在最近的经文让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当他们一起聚集的时候，他们听到以斯拉所读的经文，上帝的话真实进到他们的里面。在上帝的话被宣讲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聆听了，进到他们生命当中，他们愿意改变，他们开始过住棚节。在这样住棚节当中，也类似我们像这样在说的一个灵修会。在这样灵修会，在这样的住棚节里面，让他们生命真的更新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过，就是看到许多的人在教会非常的久，但是上帝的话离他们非常的远。而在当中，当我们真的在这样宣读上帝的话，在宣讲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人不为所动。这样的感觉也就像圣经里面说的，如果你们听到这些，你们没有反应的话，你们不赞美上帝，你们也不回应的时候，那或许我们就会被弃绝在旁边，因为连石头都要唱歌赞美上帝。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不是就这样过去而已，也不是无动于衷，也不是这些跟我没有关系，而是真实的让这些东西、这些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上帝带有权柄的能力进到我们生命当中。所以这非常重要。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说上帝的话语带有全能，带有权柄，但是仅止于那一次的聚会，那一次所讲的而已，我们的心根本就没有进去。因此在当中，我看到尼希米所带的这些人，当尼希米在带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真的改变了，他们真的愿意，而且在当中要求他们跟异族的切断关系，他们就切断关系；一起建造房屋，其实他们就建造；一起来敬拜，他们就敬拜；分配工作，他们就做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来。我们常常说民主在当中，你以自己为主，但是却没有以上帝为主。我们也常在说，一个基督徒是以上帝为主，是以基督为主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们所做的，他们生命真的被改变，真的被更新。所以在前面当中，他们读到经文的时候，他们就生命开始被调整。他们听到摩西那时候有住棚节，他们就很渴慕有住棚节，而且是真实的去经历那一些，真实的让上帝的话语进到他们生命里面。我们常常是听到别人有什么，我们就想要有什么，但是我们做过去就没了。所以不管是别人要有团契，我们也想要有团契；别人有小组，我们也想要有小组；别人要有造就课程，我们也想要有造就课程；别人要有灵修会，我们想要；别人要野外礼拜，我们也想要。很多别人有什么，我们就要有什么。但这过程当中，何尝不是就像孩子们一样吗？别人有的我也要糖吃，然后吃完又嫌这糖太甜了，这糖不够甜。所以有很多东西在这里面，所以让我们去思想，去看见我们生命需要交托，需要交托出来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这边提到说，在这个月24日，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禁食，为他们的罪忧伤。这也就是因为他们领受了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话进到他们生命当中，当他们读了，当他们听见了，他们才会开始一起来更渴慕上帝的话语，而在当中进而才会一起来聚会，一起来禁食，一起为他们的罪忧伤，也在当中认他们的罪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认你的罪吗？你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来认你的罪吗？认你那不顺服的罪，认你那没有听上帝话语的罪，认你那骄傲的罪，认你那一些觉得无所谓的罪，甚至是想要定死别人的罪。
所以在这里面，我有更深的去经历这些的时候，生命才会更深的与上帝来连结。我们看到他们找到一个途径，是很快速的进到这当中，跟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。很多人都想要找捷径，但是当你不愿意降服、不愿意委身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的捷径。当你不愿意顺服、不愿意委身的时候，就是你一直在绕远路，一直在绕远路，甚至是绕到其他地方去了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需要降服在上帝面前，需要屈服、降服、委身在上帝的家中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他们因为上帝的话，他们领受了，他们聚集更多的领受上帝的话，他们愿意有这样的祝棚节，接着他们愿意一起来进食。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做，他们的生命更多的被上帝来眺望，他们的生命更加的跟上帝连结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要这样的生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都是想到我的生活要怎么样，我怎么，我们只想到自己手上所拥有的，甚至是只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真的看太多，不管是在我们教会，在中会，在其他的教会，在许多地方，太多人都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，甚至是用自己的性子在处理事情。我们看到很多教会的纷争，很多都是如此。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都不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，上帝的话语是怎么样是一回事，也很多的长子在礼拜的过程当中根本就没有在教会里面，在讲道的时候人也不在里面，来只是让人家看到我是长子，我有来到教会，真的生命没有真的降服在上帝的手中。这都是我们需要悔改、需要认的罪。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圣经是摆在一边，是被压在所有的东西的下面。在所有忙碌结束之后，看到圣经就把它拿起来放到架上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这当中为什么让我很感动，就是这些人听到了，他就有感受，他就愿意照着这样做。真的，我们真的好好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太多宝贝的东西，而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说我没有领受，我没有领受。当然没有领受，因为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吃进去，放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都只想要追求那种形式，所以当中我们一直不愿意进到那当中的时候，当然是没有领受。所以这里面讲到说，他们愿意一起进食，为他们的罪忧伤。这边提到说，他们跟所有外族人隔离了，他们穿麻衣，撒尘土在头上，表示悲伤，然后承认自己和祖先的罪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尼希米所带来的，真的是一种重建。从耶路撒冷城的重建、圣殿的重建、信仰的重建，跟上帝关系的重建。所以这整个关系是更加重要的，是一层一层的重建。我们一直想的是要去做很多形式上的东西，很多时候我们只想要盖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，然后好像很多东西都是新的，但是生命的重建呢？当我们没有愿意合一，没有愿意为生，没有愿意让上帝的话语进来，我们有没有发现问题越来越大？因为我们都靠着人的能力，靠着人的想法，然后就像台语讲的，来输赢，到底输还是赢？所以在这里面，牧师其实一直在讲的是，不是照着我的想法，而是我们一起回到上帝面前，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，让上帝来带领我们。我们回到信仰的平台，
回到基督的面前，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。其实这很不容易，在这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也常看到不同教会的礼拜，有的教会他们一场礼拜牧师讲道就1个小时了，整个礼拜下来1个半2个小时。但我也听过我们台湾东正教的礼拜一次就是3个小时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听牧师讲到1个小时，觉得很有收获。但是我们长老会很多时候都说，牧师你只能讲15分钟，因为大家坐不住，赶快结束掉最好。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13分钟到15分钟就好，有点到就好。所以大家都急着走，根本不是真的很渴慕上帝的话语。找一个牧师来讲道，只是要看他有多深厚的功力，是不是很会讲，内容是不是很厉害，是不是读了很多书，是不是很有智慧。然后呢，讲完道，接下来是做讲道批判。牧师，你的哪边有问题，哪边有问题，你的台语怎么样，你的什么怎么样。但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听进去。牧师讲的好不好是一部分，但是你有没有渴慕的心，将上帝的话语带进你的生命是更加的重要。这样的状况不单只在长老会，在很多教会都一样，很多人只是来坐一坐，听完礼拜讲到怎么一转身其实都忘记了。所以在当中也就是要让我们更多的去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让上帝的话语进到你的生命里面，这才是真实的。所以这边讲到说有3个钟头之久，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有6个小时，前面3个小时是他们听着上主他们上帝的律法，很特别哦。通常我们读经或听人家读经，听个几句就受不了了。这边所讲的是听了3个小时，3个钟头他们听以斯拉他们这些人读圣经读了3个钟头，他们听了3个钟头。所以这当中如果用牧师这样来录的时候，牧师所录这样每天在读，大概就是我们1个礼拜的分量。我们速读的，我们现在教会速读的速度，大概1个礼拜的分量，这样把它宣读出来。所以当中那个量也大概就是把尼希米记整个念完，可能也要包含以斯拉记都念完，这样的分量。或许我们现在不觉得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去思想，这么大量的领受，然后3个小时都站在那边听上主的话，这是何等的决心，何等的渴慕，愿意这样做，去听，去领受，这很不容易。他们愿意这样子，接着他们有3个小时的认罪跟敬拜。我们这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很忙很忙，忙着什么？忙着去跟人家聊天喝咖啡，忙着追剧上网，忙着玩手游，忙着很多事情，就是没有空领受上帝的话，就是没有空敬拜上帝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他们是愿意这样子的，他们愿意这样子。其实当我看到我们教会状况的时候，某程度我也感谢上帝，因为在当中有时候牧师讲比较短，有时候牧师讲了50分钟，大家也在那当中期待渴慕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很少听到人家抱怨说，牧师你讲太久了。
当然有些人会说啊，他不好意思讲。但是当中我看到的是，我们弟兄姐妹大部分的都还是看着牧师，在领受牧师所讲的，而且甚至有人会来问牧师：“你今天讲的这样子，我有没有领受错？我有没有听错？”所以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这样渴慕上帝的话语，不管牧师讲了10分钟、20分钟，还是40分钟、50分钟，都愿意这样听，而且在牧师讲完道之后，可能需要去上厕所才会出去，然后再回来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能够这样子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一场礼拜1个小时、1个半小时，有人会觉得很久了，但是这边我们看到他们总共6个小时，他们3个小时领受上帝的话语，3个小时认罪敬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生命。或许在主日的时候，或许在某一些时刻，我们能够这样来摆上。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，让上帝的话语来引领我们。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些事情不是长或短的问题，确实很多时候读经不是长或短的问题。你读经、祷告、敬拜，更重要的是你那个品质。所以有些人品质好，可能20分钟胜过人家一整天，你也有可能一整天不知道在干嘛。而在这里面，我相信所呈现出来的是有品质的敬拜过程，很有品质的6个小时，因为他们愿意全然献上。这边也提到说，有一个讲台是为利未人设的，上面站的这些人，他们大声向上主，他们的上帝祷告。我也很渴慕我们教会是这样子。当我们在礼拜的时候，我们的长子是在为了这场礼拜祷告。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长子也一起大声的开口来祷告，一起来带着大家一起来祷告，不是大家不知道干嘛，而是在这当中，我们要一起操练祷告。当我们要带领群众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带头我们开口的祷告，让大家也能够一起融入在当中，也在这里面让上帝来掌权。我看到的是在当中他们愿意降服，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大声的祷告，不是做形式的，而是真实的让圣灵充满在他们生命里面。他们这样来祷告，向上帝祷告，向上帝祈求，将自己来摆上，也让弟兄姐妹愿意学着他们样式，将自己来摆上。所以有一个讲台是为利未人设的，他们要这样做。所以我期待我们的长老执事，当我们在礼拜的时候，一样在第一排坐着，参与在礼拜，不是躲在哪个地方，而是坐在第一排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长老都很忙，执事都很忙，忙到我们都忘记礼拜了。当然，我也看到我们很多的长老执事在提到说：“我赶快把我事情忙一忙，我赶快参与在礼拜当中。”其实我也听到一些教会在讲到说，他们的礼拜的时候，他们的牧师、长老、牧师娘都是坐在礼拜堂当中，一起参加礼拜，一起带头来礼拜，一起在这里当中敬拜上帝，做这美好的示范。真实的他们渴慕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渴慕来到上帝面前的敬拜，所以能够带出那敬虔的下一代，能够带出那美好的下一代。所以我们也需要如此，我们要带头，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。当我们要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声的来敬拜上帝；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声的来祷告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参与这些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当中有一个区块是留给利未人，让他们能够在当中带领群众一起来敬拜上帝，带领群众一起来祷告。而在当中也提到这些利未人，
他们开始敬拜做宣召。所以开始为着敬拜做宣召，在前面以斯拉他们读完圣经之后，接着他们在当中带领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，一起来认罪的祷告。要敬拜的时候，也开始宣召，要开始来敬拜上帝了。所以他宣召大家，呼召大家起来，赞美上主你的上帝，要永永远远颂赞他，要永永远远的来颂赞他。他的名超乎一切颂赞和赞美，愿人人赞美他荣耀的名。我们一起来敬拜吧。所以很多时候在这样谈的时候，是发自内心的敬拜上帝，去领受这些，也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。当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时候，也让我们来领受这些。我们要被兴起，我们这一代要被兴起，才能带出近前的下一代。我们一起继续在当中，我们生命要被眺望，我们生命要被重建，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。我们在当中要不断的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敬拜，不断的让圣灵来充满在我们当中。当我们聚集的时候，我们要不断的为我们教会来祷告，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，来求上帝赦免我们和我们祖先一切的罪，和这教会所有不合上帝心意的罪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利未人，他们就呼召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，赞美上主你们的上帝，要永永远远颂赞他，他的名超乎一切颂赞和赞美，愿人人赞美他，荣耀他的名。我们也常爱说，其实上帝不需要这些，但是透过这样子，我们带着我们的心来敬拜上帝，我们有这样敬拜的心来赞美上帝。我们的词，我们所用的词还不及上帝所拥有的荣耀，但是我们依然要如此的来敬拜，来赞美他，来颂赞上主的名。所以当他们宣召完，当他们祷告完，当他们带着大家敬拜完，接着以色列人做了祷告。他说：上主啊，唯有你是上主，你创造了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星星，你创造了地和其中的一切，海和其中的生物，你赐生命给万物。就是所有一切都是上帝你所创造的，从天上地下海里，就像之前的广告一样，在讲的天上飞的，地上有爬的，海里有的，这所有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而且生命是你所赐下的。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也是你所造的，我们敬拜你是你理所当然的，连天使天君都要来向你敬拜，那我们更是如此，更应该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上帝敬拜。这边也提到你是上主，是拣选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你带他出巴比伦的乌尔，把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。你拣选了我们的祖先，你拣选了你特别拣选的人，带他离开过去的生活，让他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把他改名为亚伯拉罕，让他有一个属天的生命。你知道他对你忠心，你与他立了约，你应许给他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的土地，比利时人、耶布斯人、葛加撒人的土地，作为他后代居住的土地，将这个整个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，从这些外邦人手中赐给了亚伯拉罕，作为他后代居住的土地。你信守你的诺言，因为你公义。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他们回来的敬拜的时候，也看到上帝的恩典。从他们祖先亚伯拉罕开始，上帝已经应许要将这些赐给他们。因此在当中，他们也要来到主的面前来献上感谢。从过去到如今，上帝都是公义，都是信实的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你信守你的诺言，因为你公义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势必会改变。
我们的生命势必要改变。我们生命改变，我们领受就会很不一样，就不再是那软弱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操练这样子，更多的读经，更多的祷告，大声的祷告，大声的敬拜，让我们生命大大的领受上帝大能的彰显，不再只是成为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而是成为刚强的战士的勇士，在当中让上帝的大能就充满在我们当中，让上帝兴起我们。我们看到当尼希米来的时候，整个情境就不一样了。上帝特别使用他们，他们也愿意来跟随。过去是软弱的，看到那一切就觉得无能为力。但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尼希米，他撑住了这些压力，他倚靠上帝，他也带领以色列人来倚靠上帝。他撑住了以色列人对他的许多的压力，也有那外族外邦人对他的许多压力，他撑住了，带领他们一起来改变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改变，让我们从里到外的改变，从硬体到软体，到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这边，大家都会说他还重建耶路撒冷城，他还重修圣殿。而更重要的不只是如此而已，而是重新建造人的生命，让以色列人他们隔绝那些会把他们带离上帝的东西，包含人事物，断绝了许多外邦人跟外邦人的婚姻，甚至孩子。当他们要建造的时候，或许还有一些杂音，但他们依然愿意在一起建造。当要恢复祭司利未人的职分的时候，他们也这样子恢复了。当要敬拜，当要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他们也真实领受进去。所以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愿意顺服，当我们愿意领受的时候，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的大能会充满在当中。人的那一些不愿意的人，我们也需要把它放在一边，让他先到旁边去。当我们看到或许有一些人放不下那一些外邦的婚姻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就要跟着离开。当要恢复这样的祭司的职分、利未人的职分的时候，当这些人不愿意的时候，不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不愿意照着做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要被搁置在一边。当大家被兴起的时候，你的生命里面还在说：“这是真的吗？我就一定要跟着你们走吗？”这样的人，我相信也被搁置在一边。而在当中，更多的人是愿意单单的跟随，单单的仰望。所以，就像昨天的讲道也讲的一样，当我们不愿意领受上帝的话语，当你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敬拜，那你的生命你需要先安静下来，先调整你的生命。因为当我们在看圣经，很多时候好像在批判那些祭司、大祭司、法利赛人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也看到当他们要服侍的时候，他们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预备自己，在洁净自己。他们唯有花很多时间在洁净自己，他们才能好好的来服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，也愿上帝的话语真实的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一样来到上帝面前，
来思想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许多人的生命当中得着了帮助，在许多人的尾声当中，我们也学习到尾声，让我们在许多人身上也领受到这许多的祝福，因为你祝福他们，让他们也成为祝福的管道，就像尼希米一样，你兴起他，让他来改变这个地方，让以色列人生命被眺望、被改变，他们愿意降服在主你的面前，他们愿意来跟随。不管是在硬体的重建，或在生命的重建，他们都参与在当中。主啊，我们也渴慕如此，也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单单的委身在这当中。主啊，恳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恳求你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进到我们教会牧师、牧师娘他们家庭整个家庭的生命里面，进到我们的长老、执事以及他们家庭的生命里面，也进到我们的同工、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都被你兴起，让我们都愿意将你的话语带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让我们生命因着你的话语、你的大能，生命被改变。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，渴慕来到你面前的祷告与敬拜，渴慕每天与主你同行。主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带下这许多的恩典与祝福。主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读经当中都领受你的恩典，
让我们去经历上帝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将自己献上。或许我们会思想到许多，但是更重要是我们生命完全的委身在你的手中，让主你来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你悦纳我们今天所领受、今天所分享的。献上我们祷告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让上帝叫我们分别为圣，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